欢迎收听1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分享约书亚记的6章15到21节。约书亚记6章15到21节。今天呢，这段经文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要住进、要前进迦南地了。首战的耶利哥城，他们要面对许许多多进去之后已经有的这些，如果我们用家来形容，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家当家具在那个地方。而他们来到这个新的地方，上帝透过约书亚让他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使这地的所有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归属上帝。新年快要来到，我们是否也要来除旧布新？而布新呢，是要除去这个旧有的、污秽的、坏掉的、需要修整的，然后呢，要整顿梳理自己的内心，梳理自己的家里，使我和我的家归属上帝。我们有要这样做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讲到了，当第7日他们要来进入这个耶利哥城的时间到了第7次绕城的时候，就照着前面所说的，祭司他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不仅是讲到当下要做的事，约书亚更讲到进入这城之后要做的事。进入这城之后要做的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奉献给上主。两个版本不太一样，和合本说是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但现在中文译本是说当作祭物献给上主。而其中呢，只有这个妓女喇合跟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这是因为他们之前呢跟这个去探耶利哥城的探子所做的约定，而现在他们来到耶利哥城，他们当然要履行这个约定。但是其他的东西，不管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其实在和合本里面就讲到说，不可取那当灭之物，恐怕取了那当灭之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讲到这里啊，我们就想到了今天要祷告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14到15节也这样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在这里讲的好像是有一点彼此相冲突或稍微矛盾的感觉，既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可是又要谨慎，要圣洁。那不就是告诉我们要去分别为圣？那怎么样又与众人和睦呢？在这里讲的就是这里的众人和睦，就是要与众人去寻求那真实的平安。而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平安指的不只是我们生活无虞、平平安安，而是在讲一个更深的关系。他们所说的平安的这个定义呢，其实是与上帝、与人、与这个环境都能够一起合上帝心意的相处，不管是在方式上，或者是彼此取得的这个平衡。所以在这里说到的以色列人们，当他们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其实他们要去寻求那个真实的平安。而这平安我们当然知道世人不能给，只有上帝能给。所以他们要将他们所看见的这些事物、这些人都要归属于上帝。可惜的是，其实当他们要进入在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其实也会读到，就是他们要将这些城中的不论男女老少、牛羊和驴，就要用刀杀尽。为什么
在这里感觉是不是让他们归属上帝，而是用刀杀尽呢？因为其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有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这些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其实它在原文有2个意思哦。我们在先前的迦南之声其实有稍微提到过，就是当灭之物，它一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属上帝的就是当灭的，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呢这些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它其实一体两面，在表达我们是属上帝的还是当灭之物。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了约书亚他们进到耶利哥，约书亚心里很清楚知道，在这个地方之所以上帝让他们来进入迦南地，是早在亚伯拉罕那时候的一个应许。然而到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了，应验了，他们来这里夺得这地，却杀死这里的百姓，听起来好像上帝非常的霸道，然后只独宠爱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然而其实在创世纪有讲到，是他们当时罪恶还没有满盈，就是上帝给他们恩典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回转过来。然而他们今天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些人会被杀死，其实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们仍然不悔改，上帝不允许不容许这些人继续活在罪恶当中。透过这些迦南人原来的迦南人拜偶像的这些习俗，可能未来会造成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动摇，也有可能他们在这个地方所行的这一切是不合上帝心意，所以要除掉这一些方式、这些习俗、这些文化。然而文化跟习俗是在人群当中产生的，所以这些人自然就成为被除灭的对象。然而在这边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们当时打仗去到一个地方，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战利品，而这些战利品在约书亚的吩咐当中，他讲到这些战利品不是要归纳己有，而是要献给上帝，作为献祭来用，而不是自己使用。所以在他们打仗的过程当中，包括连他们自己的生命，或者是以色列这个军队，这些男女老少，这些小孩妇人，他们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不属上帝的，他没有办法存留在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土地之上。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些都是归属给上帝。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当他们一心一意归属上帝，上帝就让他们大打胜仗。然而接下来的经文呢，也会发现有人真的没有将这些战利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结果所带来的后果是让他们在一场怎么样打看起来都会赢的战争中，失去了自己原来得胜的确据。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再次来思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还没有回应上帝，归属上帝？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大家都要除旧布新，除去生命当中，除去环境当中那些不属上帝的，让自己的身心灵完全的归属于他，归属于他，使上帝的心意能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面向都展现出上帝的同在跟能力。这对我们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求主你更新我们的眼光，不是以人为本位来阅读来默想，而是以上帝你的眼光来看这段经文。主啊，你是圣洁的上帝，你也要属你的百姓活出圣洁。
主，这圣洁不是高高在上，不是毫无瑕疵，而是属于你，是归属于主你的人、你的物品、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有很多杂讯，有很多影响我们判断，影响我们没办法活出真理，影响我们没办法持守永恒的应许的事物。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除旧布新，也好让我们在接下来要迎接新年的时候，带着一个全新的眼光、全新的想法、全新的感受，来经历你在2022年赏赐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的心意透过你愿意除旧布新的过程中，让你经历更多的恩典，有这样的空间来经历上帝对你的赐福。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